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又嚟到我哋星期二嘅 JPA 晨禱會時間，就讓我哋咧喺清晨嘅時候咧與主結連。每一天我哋都能夠係去以禱告、以神嘅話語成為我哋當一日嗰個嘅幫助。特別咧係神嘅話語能夠幫助我哋咧面對生活唔同嘅挑戰，因為咧佢嘅話語大有能力，亦都咧有着好多嘅智慧。讓我哋能夠從神嘅智慧當中去面對現今世代唔同嘅事，亦都藉着禱告，我哋去能夠與主咧結連。喺禱告上邊，我哋咧能夠建立嗰種愛，因為咧我們愛原是神先愛我哋，唔係我哋咧有乜嘢嘅能力可以愛，而係神俾咗呢份愛嘅能力我哋，就讓我哋咧去緊貼佢。依靠佢。喺清晨嘅時候，第一件事我哋就去闢出時間與主去聯繫。又或者咧喺晨禱會之先咧，我哋以穿起全副軍裝嘅禱告咧，開始我哋今日嘅晨禱會。讓我哋一齊禱告。主啊，多謝你俾我哋咧有生命氣息，存活喺現今嘅世代當中。係我哋知道咧，現今世代咧係唔容易去經過，但係深知道咧，當我哋去依靠你嘅時候，主啊，你就成為我哋嘅拖帶，你就成為我哋嘅幫助，因為你係磐石，係避難所，係我哋隨時嘅幫助。主啊，你更加賜俾我哋有全副嘅軍裝，成為我哋嘅後盾，讓我哋能夠全然被你去保守。主啊，我哋而家就奉你嘅名穿戴起呢副你所賜俾我哋全副嘅軍裝。主，我哋奉你嘅名咧，用真理當作帶子束腰，宣告咧聖經係我哋生活嘅準則，讓神嘅話語除去我哋生命裏邊嘅污穢謊言，並且相信神嘅信實同埋應許。我又奉主耶穌嘅名咧，用公義當作護心鏡遮胸，使我哋嘅心剛強又喜樂，除去憂慮同埋恐懼，使基督無條件嘅愛咧能夠充滿喺我哋裏面。我又穿上平安福音嘅鞋，讓我哋咧無論去到邊一度，都能夠與人分享耶穌基督嘅福音。我又奉主耶穌嘅名咧，攞起信德嘅盾牌。耶穌基督咧係我哋信心嘅盾牌，滅盡一切試探同埋惡魔兇惡嘅火箭個攻擊。我哋咧又奉主耶穌嘅名咧，戴上救恩嘅頭盔。我哋思想意念咧，要天天被神嘅話語同埋神嘅愛咧充滿，唔再被過去嘅軟弱啦、痛苦啦、罪惡所轄制，並且要除去消極嘅思想。我哋又奉主耶穌嘅名咧，攞起聖靈嘅寶劍，就係神嘅話語，要砍斷撒但一切嘅試探，堅固營壘同埋攻擊。求聖靈咧幫助我哋咧，隨時多方禱告祈求，警醒不倦，得勝並且站立得穩。我哋咧而家咧就呼求主你嘅寶血咧，就厚厚遮蓋我哋，為我哋咧喺四面築起籬笆，成為我哋嘅保護。主啊，我哋要將我哋嘅生活、我哋工作、我哋嘅家庭、我哋嘅經濟、我哋嘅教會、我哋所講所做嘅一切，都交喺你手裏邊，求你去保守。我哋特別咧將 JPA 每一個弟兄姊妹咧嘅身心靈都求你咧喺當中去成為我哋嘅幫助，讓我哋咧身心靈都得着健壯，能夠面對一切嘅困難、一切嘅周遭嘅環境嘅影響咧，都對我哋唔會有任何嘅嘢咧去讓我哋咧跌倒。主啊，求你就係當中去幫助我哋，多謝你聽我哋禱告，求交託奉我主耶穌聖名祈求，Amen。今日敬拜之前咧，好想同大家嚟睇一段好短嘅經文，就係箴言3章5至到6節，裏邊佢講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依靠自己嘅聰明，在一切所行嘅事上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嘅路。
當我哋咧喺清晨與主相遇嘅時候咧，呢個咧係我哋咧最貼近神嘅時間。當我哋咧去到神嘅寶座面前，我哋咧要預備好我哋謙卑嘅心，更加咧係一顆降服嘅心，讓我哋咧能夠全然嘅倚靠主。因為咧靠着我哋自己咧，我哋好多嘢我哋都做唔到，因為我哋咧所謂嘅聰明智慧咧，都係咧一啲咧唔能夠真正幫到我哋嘅。為到咧全然嘅倚靠神，降服喺神裏邊咧，我哋就能夠真正嘅喺神嘅同在當中。冇嘢咧能夠喺主嘅以外咧，我哋能夠得到。我哋都係喺傳道書裏邊咧，我哋就睇得好清楚。係啊，一切當我哋咧係靠着世上任何嘢都好啦，我哋所得着嘅都係虛空，唯獨咧我哋係全然去倚靠住，因為咧我哋係神所創造，為嘅被創造，為嘅就係去敬拜佢。當我哋咧回應佢呼召嘅時候，佢嘅榮耀使我哋咧敬畏佢嘅恩典，使將我哋咧去環繞。唯獨係咁嘅時候咧，我哋先得着佢全然嘅幫助。就讓我哋咧去經歷佢，因為咧我哋咧已經嘗過主恩嘅滋味，知道咧佢係最美、最值得我哋一切嘅事上面咧，我哋都要認定佢，佢就會帶領我哋行喺佢嘅心意當中，係最好，因為佢為我哋預備嘅就係最好。所以咧，就讓我哋咧定睛嘅仰望佢，喺每天嘅清晨裏邊咧，我哋要辟出時間，讓我哋咧緊貼喺佢裏邊敬拜當中。在你腳前，哦主，是至高之處，在你同在中尋求你面，尋求你面，在你腳前，哦主，是至高之處，在你同在中尋求你面，尋求你面，沒有更高的呼召，更大的尊榮能與貴，在你座前相比。你榮耀使我敬畏，恩典將我環繞，哦主，我活着為敬拜你。在你腳前，哦主，是至高之處，在你同在中尋求你面，尋求你面，在你腳前，哦主，是至高之處，在你同在中尋求你面，尋求你面，
召，再也没有别的事能够拦住我，再也没有别的事能够拦住我，回应你的呼召，再也没有别的事能够拦住我，再也没有别的事能够拦住我，回应你的呼召，再也没有别的事能够拦住你是我唯一的追求，你是我唯一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渴慕。你是我唯一的追求，你是我唯一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渴慕。你是我唯一的追求，你是我唯一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渴慕。你是我唯一的追求，你是我唯一的满足，你是我唯一。你是我唯一的追求，你是我唯一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渴慕。你是我唯一的追求，你是我唯一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渴慕。没有更高的呼召，更大的尊荣能与贵，在你座前相比。你荣耀使我敬畏，恩典将我环绕住，我活着为敬拜你。没有更高的呼召，更大的尊荣能与贵，在你座前相比。你荣耀使我敬畏，恩典将我环绕住，我活着为敬拜你。主啊，我哋咧今朝早咧嚟到你嘅面前，願你咧嘅同在充滿我哋，除去我哋一切嘅憂慮。除你以外，我哋唔再追求其他嘢，
願我哋一生咧喺你嘅呼召當中，就係咧敬拜你、侍奉你、愛你，喺我哋算你指引我哋嘅路。多謝你聽我哋禱告，有交託奉我主耶穌聖名祈求，Amen。弟兄姊妹，今天咧我哋都繼續咧會睇呢個嘅傳道書第6章，主題咧係看似有福，卻是虛空。第6章咧係延續第5章所羅門咧嗰個提醒，強調咧世人咧所公認嘅福分，例如咧財富啦，有好多嘅仔女啦、長壽啦、智慧啦，都唔能夠使到人滿足，到頭嚟咧都係虛空。呢啲係相當嘅悲觀嘅結論，但係咧可能咧係源於傳道書作者所羅門咧嗰個實際嘅觀察，係佢身同感受。無論點樣都好啦，神提醒我哋世間嘅福氣咧係靠唔住嘅，唯有全然依靠佢，先係咧能夠賜俾我哋嗰種喜樂同滿足。讓我哋咧先去睇第6章嘅經文。傳道書第6章第1節咁講，佢話：我見日光之下有一宗禍患重壓在人身上，就是人蒙神賜他資財豐富尊榮，以致他心裏所願的一切都不缺，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反有外人來吃用，這是虛空，也是禍患。人若生100個兒子，活許多歲數，以致他的年日甚多，心裏卻不得滿享福樂，又不得埋葬。據我說，那不到期而落的胎比他倒好，因為虛虛而來，暗暗而去，名字被黑暗遮蔽，並且沒有見過天日，也毫無知覺。這胎比那人倒享安息。那人雖然活千年，再活千年，卻不享福。眾人豈不都歸一個地方去嗎？人的勞碌都為口腹，心裏卻不知足。這樣看來，智慧人比愚昧人有什麼長處呢？窮人在眾人面前知道如何行，有什麼長處呢？眼睛所看的比心裏妄想的倒好，這也是虛空，也是捕風。先前所有的早已起了名，並知道何為人，他也不能與那比自己力大的相爭。家珍虛浮的事幾多，這於人有什麼益處呢？人一生虛度的日子，就如影兒經過，誰知道什麼於他有益呢？他能告訴他身後的日光之下有什麼事呢？第6章嘅第1節裏邊咧，開始去講就係咧，所羅門咧去提到喺第5章裏邊最後講到人生美善係受神所賜嘅份。呢度咧一開頭嘅第2節裏邊咧就講到第6章第2節裏邊講到係人生嘅禍患咧係唔能夠享受神嘅福樂。喺字面上面咧睇，能唔能夠咧都喺神嘅裏邊。其實人咧亦都有責任嘅。神咧看重人對財富嘅心態，因為神咧應他的心使他喜樂。相反地咧，若果一個人勞碌求福，貪得無厭，貪心不足，財富咧就成為佢禍患。疾病、早逝或者其他人嘅錯誤咧，會剝奪咗佢享受財富嘅能力。喺路加福音裏邊咧，主耶穌嚟用咗一個田產豐富嘅財主嘅比喻咧，去講明只知道咧自己積聚財富嘅無知。喺路加福音12章20至到21節嗰個嘅財主咧話：你睇下我幾多嘅財物，呢度咧佈滿晒，我聽日咧就要為我自己咧起多幾多個倉，點樣去請多幾多工人去幫佢收莊稼。但神
卻同佢講：無知嘅人啊，今夜必要你嘅靈魂，你所預備嘅要歸誰呢？呢個咧就提到凡為自己積財嘅喺神面前咧，卻唔富足嘅話咧，都會咁樣。神要攞翻你嘅生命嘅時候，你乜嘢都攞唔到走。人咧係塵土所嚟嘅，所以歸於塵土，一啲都攞唔到。所羅門咧，佢就面對緊一個咁嘅環境，雖然係王，佢有好多嘅財寶，有豐富，有好多人去尊榮佢。佢喺世上嘅時候咧，擁有最光輝嘅財富、王朝、成千嘅王妃同埋佢嘅皇后。喺年老嘅時候咧，卻被引誘去拜其他神。佢一生係咪咁樣就真正享福咧？我哋唔知道。但佢咧最後咧就佢嘅仔羅波安咧就成為咗個敗家仔。以色列咧要分為一個國家咧，一分為二，半壁嘅江山咧拱手去俾咗外人耶羅波安。所羅門嘅擔憂咧就喺呢度。所以咧，如果我哋唔係定睛喺神裏邊嘅時候，呢一切我哋唔喺神嘅裏邊咧，又富足嘅時候咧，一切都冇晒。好啦，第3至到第6節裏邊講，佢話人若生100個兒子，活許多歲數，以致他的年日甚多，心裏卻不得滿享福樂，又不得埋葬。據我說，那不到期以諾的胎比他倒好，因為虛虛而來，暗暗而去，名字被黑暗遮蔽，並且沒有見過天日，也毫無知覺。這胎比那人倒享安息。那人雖然活千年，再活千年，卻不享福。眾人豈不能歸一個地方去嗎？呢個咧就講明唔能夠享人生享福嘅人生咧係黑暗嘅，甚至乎咧比未見天日嘅死胎咧更加比唔上。就算你有好多仔女，就算你幾長壽都好，呢個咧係世人嘅象徵，但係都唔係真正得着內心嘅滿足。以色列人咧十分看重咧死後被埋葬，而唔被埋葬咧係一個極大嘅悲哀。一個人咧雖然長壽，兒孫滿堂，一生卻唔能夠享福，勞苦受煩，死嘅時候咧亦都冇人安葬，係何等嘅可悲！所羅門咧有上千嘅妻子，兒子過百，好多子孫叫人羨慕，但係咧佢可能咧連佢嘅仔啊嘅名咧都唔能夠個彼此之間係冇關係嘅。呢個係咪幸福咧？喺權力嘅鬥爭當中，有好多嘅嘢咧影響咗生活。所羅門咧慨嘆，咁嘅人生咧，倒不如死咗去好過。原來咧，比子孫更多財富、更多有重要嘅事。當我哋嚟去睇拿俄米，只有2個仔，都早死，兒媳婦老得卻好好，使佢咧喺最後嘅時候咧有7個兒子。即係當我哋睇翻喺路得記嘅裏邊咧，第4章15節裏邊咧所講嘅嘢，原來美滿嘅關係咧比仔或者孫更好。所以咧，所羅門咧就認為
呢一啲咧都係徒然嘅。如果生命裏邊唔能夠享福，好啦，第七、第八節裏邊講到啦，人嘅勞碌都為口腹，心裏卻不知足。這樣看來，智慧人比愚昧人有什麼長處呢？窮人在眾人面前知道如何行，有什麼長處呢？呢個咧，所羅門就提醒人咧，食完又會餓，錢賺完又一陣間又唔夠滿足。喺日光之下嘅智慧人、愚昧人都唔能夠得着滿足，都會經歷禍患，最後都同歸一處。做大智慧人有咩好處呢？佢並唔能夠比其他人好，所以咧，智慧愚昧咧並冇大分別。窮人知道點樣進出討人喜悅，仍舊係同窮人；智慧人勞勞碌碌，心裏邊咧唔滿足，追求智慧亦都唔討好。故此咧，所羅門提醒我哋人要知足。因此係人生嘅意義唔在於追求富貴榮華，有多嘅兒子或者孫，長命百歲或者有智慧，唯獨好重要就翻去5章18節裏邊所講，我所見為善為美的，就是人在神賜他一生嘅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勞碌得來的好處，因為這是他的份。呢個咧就好重要，去話俾我哋聽咧，關係個最重要嘅裏邊。如果我哋嘅人生裏邊關係唔好，就會使人痛苦，甚至會生不如死。好啦，落到去第9、第10節啦。眼睛所看的比心9到12節啦。眼睛所看的比心裏妄想的倒好，這也是虛空，也是捕風。先前所有的早已起了名，並知道何為人，他也不能與那比自己力大的相爭。加增虛浮的事既多，於人有什麼益處呢？人一生虛度的日子，就如影兒經過，誰知道什麼於他有益呢？誰能告訴他身後的在日光之下有什麼事呢？呢度咧就去提醒我哋，係啊，即就算我哋滿有智慧，我哋有晒兒孫滿堂，我哋咧長命百歲都好，所羅門去經歷過呢啲都只不過係虛浮。如果冇着同神有好嘅關係嘅時候咧，一切都唔能夠讓我哋咧得着滿足。好啊，第12節裏面講佢話，誰知道什麼於他有益呢？所羅門就話翻嚟聽，美滿嘅關係咧係最重要。人所以生存一個咧好簡單嘅嘢咧，就係只要有和諧嘅關係就可以滿足。所羅門咧睇到佢父親大衛嘅一生，家庭關係唔好，各人互相謀害，國家同家咧都亂七八糟。就算喺我哋而家個生活裏邊都係一樣嘅。例如咧，股神巴菲特佢咧賺咗好多錢啦嚇，但係一生裏邊咧，佢最後悔咧就係同妻子離婚，冇一個好嘅關係。縱使佢有幾多錢都好，都係徒然。喺人嘅虛空日子當中，最有益嘅就係追求咧美好嘅關係。關係唔好咧，一切都唔好；關係好咧，乜嘢都變得好。12節裏邊繼續講，佢話：誰能告訴他身後的在日光下有什麼事呢？人死後咧，乜嘢都唔知，但係咧見神嘅面，要向神交賬，
要受審或者得獎賞。求主咧幫助我哋咧建立好嘅關係，將來可以面見神，去同神交賬。弟兄姊妹，讓我哋咧明白，我哋一生追求最重要嘅唔係嗰啲財富，唔係你有幾長壽，你唔係有幾多嘅仔女，而係關係，特別係同神嘅關係。當我哋同神關係好嘅時候咧，我哋咧就得着佢嘅幫助，一切佢俾我哋咧都能夠享有福樂。就讓我哋咧一齊去禱告。主，我哋咧感謝你提醒我哋咧要建立美好嘅關係。求咧你幫助我哋唔好咧追求世人咧所追求嘅嘢，嗰啲所謂嘅錢財啦、長壽啦、所謂嘅現今世代嗰種享樂，而係咧真正嘅與你建立嗰個美好嘅關係。因為唯有同你建立好嘅關係嘅時候咧，我哋勞碌得來嘅，我哋先能夠咧享受嗰個從你而嚟嗰種福氣。主啊，求你去幫助我哋，更加咧讓我哋咧能夠除咗咧有着同你有好嘅關係嘅時候咧，我哋能夠咧同我哋身邊嘅人咧建立嗰個美好嘅關係，讓我哋喺生活裏邊咧滿有嗰種咧同人建立關係嗰種美好嗰種喜樂。主啊，求你就幫助我哋，願意咧我哋就緊緊嘅去跟隨你。多謝你聽我哋禱告，要交託奉我最適聖嘅祈求 Amen。好，咁跟住咧就進入我哋咧嘅代禱時間。首先咧就為住世界去代禱，為住咧西蘇丹嘅山崩同埋北印度嘅洪災咧，我哋去禱告。嗱，你一齊禱告。將我哋嚟到你面前，為咗咧西蘇丹同埋咧北印度嘅災情咧，我哋向你禱告。係啊，因為咧西蘇丹嘅地方咧有山崩啦，北印度咧有洪水啦。我主啊，求你咧去喺當中咧去眷顧當地受苦嘅人。我咧懇求咧你伸出你嘅膀臂，先嗰個山崩咧，使到好多嘅家庭咧流離失所，醫療咧缺乏，心靈咧遭受咧威脅。主啊，求你咧親自嘅安慰嗰啲咧失去咗親人嘅人，醫治嗰啲受傷嘅人嘅身體同埋心靈，並且保守咧喺前線咧嗰啲嘅醫護同埋咧嗰啲嘅義工，願你嘅平安咧臨到呢個地方。另外咧喺北印度啦，洪水淹沒咗好多嘅村莊，讓到好多人咧都被奪去生命，亦都咧流離失所。主啊，我哋咧求你看顧啲咧仍喺度等待救援嘅人，特別咧嗰啲嘅小朋友、長者同埋弱勢社群。求你咧賜智慧咧俾政府同埋咧救援嘅隊伍，使佢哋咧能夠迅速嘅行動，將資源咧帶到去每一個有需要嘅人手裏邊。主啊，我哋將咧世界各地咧唔同嘅天災，我哋都交喺你手裏邊。求你咧喺當中咧，你就去保護住咧唔同地方嘅人，係啦，叫佢哋咧能夠逃離呢啲嘅災害，讓佢哋咧俾佢哋有信心，俾佢哋咧能夠去喺當中咧去全然嘅去依靠你。主啊，求你就係當中去幫助。多謝你聽我哋禱告，交託奉我最適聖名祈求 Amen。好，跟住咧我哋圍住香港我哋代禱，求主咧保守嗰啲生活喺香港嘅無家者、長者啦、板間房嘅住戶啦，同埋長期病患嘅基層嘅朋友，使佢哋咧能夠有適切嘅關懷同支援，平安度過咧嗰啲艱難嘅日子。我哋一齊禱告。主啊，你係看顧孤單者、扶持困苦者嘅主，我哋為住生活喺香港嘅基層嘅人咧向你呼求。主啊，你知道咧佢哋嘅艱難同埋掙扎，你睇到佢哋嗰個喺城市裏邊咧角落裏邊嗰個孤寂同埋需要。求你咧真係當中係保護嗰啲無家者啦、長者啦、板間房嘅住戶啦，同埋長期病患嘅人。求你咧親自咧去臨到喺佢哋當中，成為佢哋嘅避難所同力量。願你嘅慈愛好似晨光照亮佢哋嘅黑夜，
使佢哋咧喺困境裏邊咧仍感受到希望同專業。求你咧感動咧社會各界，興起更多嘅愛心嘅人、機構同埋教會，提供咧適切嘅關懷同埋支援。願有溫暖嘅居所、充足嘅食物咧、穩定嘅醫療去陪伴臨到佢哋，使到佢哋咧唔被忽略，唔再孤單。主啊，你就係嗰位憐憫嘅主，求你咧就係幫助佢哋，使到佢哋咧能夠係喺當中咧去得着呢啲支援嘅同時，更加咧有機會認識你自己。主啊，求你就係當中去幫助。多謝你聽我哋禱告，禱交託奉我主耶穌基督嘅求，Amen。好，最後咧，我哋都為住教會咧去代禱，為住咧弟兄姊妹嘅繁忙工作同埋生活咧去禱告，求主咧讓我哋咧每一個弟兄姊妹咧喺繁忙嘅工作當中咧有健康嘅身心靈，喺忙碌裏邊咧有適切嘅休息時間，亦都能夠咧預備好時間咧去親近你自己。讓我哋咧一齊嚟禱告。主啊，我哋感謝你，俾我哋咧有生活嘅工作嘅機會，亦都咧感謝你咧喺我哋每一天嘅奔波裏邊咧，同我哋同行。主啊，我哋為住弟兄姊妹繁忙嘅生活向你獻上禱告，喺職場嘅壓力啦、家庭嘅責任啦、生活嘅挑戰裏邊，求你咧保守每一位弟兄姊妹嘅心靈咧有壯健。願你咧賜下從天而嚟嘅智慧同埋咧力量，使我哋咧喺忙碌裏邊咧唔會失去焦點，喺疲累裏邊咧仍舊有着盼望。求你咧幫助我哋咧懂得安排時間，有適切嘅休息同埋恢復，亦都咧預留空間咧親近你，聆聽你嘅聲音。主啊，我哋求你咧，讓我哋嘅生活咧唔會淨係單單咧係為住忙碌，而係咧真正嘅為你榮耀你而活。願我哋咧每一個清晨裏面咧，我哋咧都去尋求你，倚靠你。主啊，求你就去拖帶住我哋，使我哋咧喺忙碌裏邊咧仍能夠保持嗰種喜樂，喺挑戰裏面咧仍能夠咧有堅定嘅信心。願你時刻嘅與我哋同在，加添我哋每一日嘅力量同安慰。主啊，求你就係當中去幫助我哋。多謝你聽我哋禱告，要交託奉我主耶穌聖名祈求，Amen。好，最後咧，我哋以主禱文咧去結束我哋今天嘅晨禱會。我們在天上嘅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嘅國降臨，願你嘅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嘅債，如同我們免了人嘅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門。好，祝福大家。係啊，今天嘅晨禱會咧就去到呢一度，願主咧整天都與我哋同在。好，祝福嘅各位家人，今天嘅晨禱會去到。